都说世界的尽头是编制。很荣幸，在特训学院毕业之后，我顺利成为了下邦城南城区治安部的一名治安员。其实我本来是想进侦查处的，但可惜老爹是侦查处的队长，我俩不能在同一机关任职，我便被分配到了治安部。而今天，就是我去报道的日子。唉，终于要入职了，也不知道抓小偷难不难。察觉到宿主即将任职，审判抽奖系统觉醒。审判系统？宿主每次消除任何危害群众的事件，都可以获得积分进行抽奖，现奖励宿主免费抽奖1次。也不知道会抽中什么。开始抽奖！神级警探啊，一听就高大上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奖励啊？是枪械专精，还是军体擒拿？哎呀，好难选啊！恭喜宿主获得神探技能探云手，有这技能在，你离到神只差辞职了，加油少年！探云手？系统，你认真的？我一个小治安，你给我一个偷东西的技能？我一个根正苗红的小治安，入职第1天成盗神了！哎呀，我爹知道，还不把我的腿打断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大哥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就这点手艺，还敢出来偷东西？我这小子身上不会有凶器吧？探云手。哎，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就放我一马吧，我这也是第1次。我赔钱还不行吗？我兜里就200块钱了，我全都……哪个天杀的，把我手机钱都给偷了，小偷的钱都偷，太没有人性了吧！我跟你们没完！我哎，老实点，东西我先替你保管着。吓我一跳，原来是自家人啊！前辈是来参加贼王选拔的？贼王选拔？是啊，咱们南城的贼王呀，昨天被西城的治安队给抓了，现在群龙无首，正挑选贼王呢。前辈手艺这么高超，不来试试？这可是抓贼立功、获得系统积分的好机会啊！我合适吗？哎呦，合适啊，太合适了！前辈，你长得就像贼王，你长得才像贼王，你全家都是贼王。您在那不要走动。哎，好，我们知道了，马上派人过去。家里晚上被盗窃。明白。我们尽快破案。警察同志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的钱包钥匙都被偷了。老杨啊，从昨晚开始，咱们部里接到了200多起报案电话，看样子南城贼王被抓后，又在选新的贼王了。这些贼可太猖狂了！不管怎么样，这次的新贼王一定要把他抓捕归案。现在还没找到线索，新贼王应该快要选出来了，咱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昨天呢，抓捕老贼王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了，所以提前让柳晴混进了贼窝。那个当过反扒队长的柳晴，他确实会几招盗窃手法，不过太稚嫩了，能混进贼窝内部吗？目前还不清楚，混进去没问题，但是能不能把消息放出来，就得看柳晴自己了。哎，咱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人要报道啊？啊，对，听说还是今年特训学院综合成绩第1名呢。哎呦，这么说还是个人才啊！这次抓捕贼王就让他跟着我，我们让这个菜鸟啊见见世面。他人呢？嗨，电话打不通，到现在还没报到呢。还没来？好小子，上班第1天就开始迟到。哎，把手机放里边。莫哥，到这里边啊，手机都得关机没收的，以防意外。
入口有人收手机，说明贼王选拔就在附近。可这地形也太复杂，没人带领，根本找不着啊！两位，你们也是来参加贼王选拔的吗？你有事儿？我刚加入不久，一时半会儿迷路了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？挺漂亮一个姑娘，居然来当贼，一会儿现抓你！切，原来是小菜鸟啊！走吧，一起。多谢。哎，小刘，你们在这儿就不怕治安员混进来，把你们一网打尽啊？这小子不会发现什么？哎呦，放心吧，莫哥，新人进场呀，要验证本事才行。咱们这行虽然上不了台面，那没个3-5年他学不会。而且哪个治安员闲得蛋疼去参演这些？也是，哪个治安员闲？莫哥，这个人看起来手艺很强，很好，一会儿先抓他。走吧，莫哥，选拔都快开始了，走走走。你这偷了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好多贼啊，得想个办法一网打尽。这么多贼，让我一个人怎么抓？莫哥看到了吗？那个人叫王平，一双无影手，偷遍大江南北，他是这次最有可能成为贼王的人选。那怎么才算成为贼王？一晚上的时间，谁偷的东西越多，价值越高，谁就是贼王。哎呀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等我成了贼王，还怕抓不到贼？提前没准备啊，不过偷小偷的东西也算数的吧？笑这么开心，昨晚应该收获不少，那就先从他开始。好了，全部了。好了，南城执法队全部出动。咱们不少兄弟已经被抓了，咱们现在开始。啥呀？一晚上我偷了47个人47个，现金2万多，手机31个，加上金银珠宝，价值20万左右。哇！哎呀，各位兄弟，有觉得比我厉害？现在就可以拿出来比一比啊！王哥的手艺我们都见过，以后这南城啊，都听您的。当了贼王可是要教我们手艺的。王哥的无影手，我尝好久了。是的。才20万，这贼王我当定了。承蒙诸位兄弟台，今天这南城贼王哦，我等会儿。这贼王嘛，我也想试试。他妈谁的徒弟啊？赶紧滚下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就是，年纪轻轻还想当贼王，赶紧下去，别耽误王哥给我培训。哼，他再多也绝不会有我多。这选拔贼王凭的是本事，什么时候还要看年龄下菜碟？王哥，你这不是怕了吧？嘿，有点意思，这小子。选拔贼王，主打的就是公平。你要觉得比我厉害，可以试试啊！就是啊，来试试啊，你碰一碰啊，整2手让我们瞧瞧。嗯，行，那你看好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？这么多，谁他妈偷老子东西啊？这他妈是我东西让人偷了，真无影手啊！这不是我的吗？这什么时候偷的？我东西什么时候被偷走了？你个混蛋！你把我包里的东西全都偷走了！该死的小贼，坏我大事！
就是你偷了我们的东西，怎么东你怎么能偷自己人的东西啊？哎，谁说不能偷自家人东西啊？啊，那再说了，这偷小偷的东西，那不是更能说明手艺高超吗？哎呀，他说的有道理啊！是啊，这人好厉害的偷盗手艺，一会儿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。人才啊！王哥，只要我当上这贼王，我这手艺一定倾囊相授。连偷10几个小偷，无一失手，这手艺，他这为先，这位小兄弟手艺如此高超，这南城贼王，我没意见，没有意见。既然王哥都没有意见，那我们也没问题啊。没有意见啊，没意见，我们都没意见。对，该死的小贼！贼王选出来了，可怎么稳住这些贼？通知部里抓人。治安上任第1天，制服还没领到，反而成贼王了。这么多贼，怎么一网打尽啊？莫哥，现在你都当上贼王了，能把手艺教我们点吗？是啊，莫哥，这是规矩，当上贼王可不能藏私啊！就是啊，得教。有了，小六，去找点绳子，结实的，长一点的。好嘞。这真功夫，就真功夫了，这是，还真有点意思啊。哎，莫哥，来了，小六，把我双手绑起来，绑得越结实越好。好嘞。各位，看好了。我操！这呼奇迹啊，这太厉害了！好厉害的手法！不行，这贼王是个祸害，一定不能让他跑了。各位兄弟可看明白了？把双手绑住以后，以最快的手法打开死结，并且锻炼自己双手双脚的柔韧性。我这手可是万金难求的。是啊，真的。能不能成，就看这回了。服了，我们服了，莫哥，教教我们怎么弄的吧。莫哥教我呀，日后我以你马首是瞻。先教我，莫哥教我，莫哥教我，莫哥你先教我，莫哥我聪明，我学得快。小刘，拿绳子把他们全给我绑了，我一个一个指导。好嘞。小六兄弟，先帮我，一会儿请你吃大餐啊。哎，小刘兄弟，来，别客气，快结点，弄结实点。好机会，等他们都被绑了，我可以直接拿下这贼王。这些人要知道我是治安员后，不会羞愤的自杀吧？来，快，莫哥准备好了，教我们吧，莫哥。赶紧过来啊！别耽误莫哥时间。现在可以报治安了吧？你干什么？黑吃黑？你干什么呢？就是干什么呢？还要多谢你，把他们都绑住。现在到你了。我特训学院成绩第1毕业，还怕你这个小贼？军体拳，你小子学得挺杂呀。彼此，不过今天你跑不了。我特训学院格斗可是前3，居然打不过一个小贼。这小贼怎么这么难缠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会亲手抓住你。唉，可惜啊，跑了一个，不过也不差这一个。莫哥，现在可以开始教学了吧？绑结实了吗？绑结实了，解都解不开。哎，结实，你瞧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治安。报警！
得赶紧报警，不然就再难抓住这些贼了。尤其是这个贼王，十分强悍，一定要抓住他。喂，组长，赶紧派人过来！贼王选拔大赛还没有结束，这个贼王十分强悍，一定要抓住。柳青那边还没消息吧？还没，看来进展的不太顺利啊。难道就这样等着新贼王出现吗？这么多报案电话，要是迟迟破不了案，上面批评肯定少不了。喂，是有什么东西被偷了吗？抓了一些贼，你确定是一些？抓了30几个，快40个了。小伙子，吹牛不犯法，可你跟治安员吹是要被上门教育的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汇报，你在原地不要动。组长，赶紧派人行动吧。哎呀，你还真相信一次抓了30多个贼的这种鬼话？组长，本来我也不信，可是打电话的人叫苏沫，我查了一下，是我们部的治安员。苏沫？哦，就是那个从上班第一天到现在还没到的新治安员。你说他抓了30多个贼，这太能吹了吧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带人赶到，通知部里的治安员全体集合。柳青那边有消息了？是，柳青说这个新的贼王十分厉害，一旦放走后患无穷。现在正是抓这个新贼王的好时候，咱们立刻赶过去。好，组长，苏沫那里怎么办？苏沫派个人去接应一下。现在抓捕新贼王最重要。柳青，情况怎么样？组长，那贼王被人称为莫哥，偷盗手艺十分强悍。这贼王现在正在给小偷们培训，我正想抓住他，可是我没打过啊！以你的格斗技巧都打不过这个贼王。组长，这贼王可不简单，他不仅年轻，偷盗手艺高超，而且格斗十分强悍，一定不能放过此人，不然他就是个大祸害。事不宜迟，不能让这个贼王跑了。走。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吗？他刚刚好像报治安了，我刚刚听着好像咱们的贼王是治安员来着。我把自己人绑得跟僵尸一样，结果贼王是治安员，开他妈什么国际玩笑呢？我不服！你个治安员怎么可能会这么高超的偷盗技术？你给谁学了？就是治安员咋了？治安员就不能有点兴趣爱好了吗？这叫兴趣爱好？来了。不许动！蹲下！大收获呀，这么多贼！组长，这个就是贼王。这么年轻的贼王，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小贼，胆子挺大呀，还敢回来！这次你别想跑！小贼，现在你还敢嚣张？放开我！别乱动！他敢叫我别乱动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个时候你还敢动手？就是好大的胆子，现在还敢动手？什么？我说的是你啊！我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啊！等，抓错人了，我们是自己人。你个贼王，你还好意思说和治安员是自己人？你个小贼，你懂个屁呀！你治安员苏沫，见过杨组长。现已抓捕贼犯30多名，请杨组长指示。什么？你是治安员？你一个贼王，居然是治安员？我不是给部里打过电话了吗？你们不是接了电话过来的？原来那个电话是真的。柳晴和苏沫说的是一个地方。柳晴又是谁啊？柳晴是我。你是治安员？苏沫，这些贼……杨组长，你放心，他们已经被捆住双手，跑不掉的。这么多贼，是你一个人制服的？他们就让你一个接一个捆住手脚？报告杨组长，其实不是我捆的。我就说嘛，他们是自己捆的。
苏沫就在一旁，就这么看着。他们是傻子吗？自己捆自己，等着治安员来抓吗？其实是我当上了贼王，他们想找我学手艺。我说苏沫，你一个治安员偷盗的手艺比贼王还厉害，你真的是特训学院毕业的吗？报告杨组长，我毕业于望岭治安大学，我是第3区队队长，我的督察是……我信，好小子，不错，非常不错。上班第1天就抓了这么多贼，我想一个3等功少不了你的。恭喜宿主捣毁一处贼窝，奖励1次抽奖机会。可以再抽奖了。来走，走，走，老实点，快点，正经了。系统，还是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新技能演讲大师。少年，你说的话极具感染力，能大幅度增加其他人的信任感。动掌声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神探系统还是犯罪系统啊？不是，哎，这系统不靠谱啊！给我这东西我有什么用啊？嘟囔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你一个治安员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偷盗技巧？兴趣爱好。兴趣爱好。啊，老杨，哎呦，老爹来这里干嘛？老爹不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是装不认识的好。苏沫怎么也在这儿？今天刚报道就跟着出任务了。老苏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部里新来的天才。哦，什么天才啊？苏沫，今天呢，上班第1天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，自己一个人抓了40多个贼。什么？他一个人抓了40多个贼？苏沫呀，混进了贼窝，当上了贼王，把这一片的贼几乎是一网打尽啊！是吗？我儿子原来这么厉害。不对呀，你特训学院刚毕业，哪儿学的偷盗技术啊？而且怎么成了贼王了？我随便学的呀。这特训学院都教的什么玩意儿？那个杨组长，我先去帮忙押送贼犯了。啊？哎，我说老苏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？前段时间枪杀案的王虎有消息了？哎呀，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这个王虎一直没有线索，但是我们查到他的弟弟王某是个小偷，一直活跃在这一带。他们兄弟的感情特别好，所以如果能抓住王某的话，就可以借机引出来王虎。不知道刚才这些贼里面有没有王某？没有，这次来找你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审问出这些贼的销赃地点。如果销赃地点找到的话，这个王某就插翅难逃。这可不太好办，这些贼把销赃地点看得都非常重，得想想办法。要快，这个王虎是个人格极端的疯子，什么报复社会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上面盯得很紧。好。对了，柳青，今天呢是苏沫第1天上班，你带他办理一下手续，顺便再领一套制服。好。你去把老孙给找来，今天天黑之前一定要问出销赃的地点。好。老孙呐，这次任务急，责任重。天黑之前，务必要撬开他们的嘴。组长，我尽力。别担心，老孙在审问这一块，在咱们所是最厉害的，一定会有好消息的。但愿吧。哎，领导，哦，是，我知道严重性，请领导放心，天黑之前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哎呦，是署长，对，王猛是我们南城的，现在正在全力抓捕，请领导放心，我一定给您一个好消息。上级2个领导打电话发问，
看来这事儿比想象的更严重啊！现在只能等老孙的好消息了。怎么样，老孙问出来了没？销赃地点是他们这些贼犯最大的财路，我嘴巴都说干了，就是没人开口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听说侦察队的崔建文学过几年心理学，审问在下邦城是有名的，不如请他来一趟。对，那我去给老苏打个电话。组长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着急？这些贼犯知道了销赃地点，关系到一起枪杀案，但现在还没认出来具体地点，这不去请人了。哎呀，这个崔建文虽然学过心理学，审问手段也不错，但我还是觉得悬啊。这些贼犯这嘴严得很啊。总得试试啊，不行再说。审问还关系到心理学？演讲大师的心理学可是顶尖的，还能增加人信任感。莫非演讲大师是这样用的？也对，这审问肯定没有洗脑来的彻底呀。这崔建文都进去1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消息呢？怎么样？行了，老杨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上面会理解的。也只能这样了。看来王猛这条线是要断了。杨组长，审问的事情，我应该能帮上点忙。你会审问？哎呀，不会，但是我会洗脑。不对，是演讲。洗脑？这是一个治安员能说出来的。你就是抓捕了40多名贼犯的苏沫吧？是我。这里面的这些贼犯都是你亲手抓的啊？他们大多对你都有很强的抵抗性，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审问出什么的。是啊，对，小崔说的对，这个时候你不适合露面。我知道你想帮忙，将来呀机会多的是。对，杨组长，那你还有其他办法吗？还没有。那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呢？反正又不会损失什么。老杨，小苏说的对，去吧，没有太大心理压力。我说老李，这不明摆着是个无用功吗？还让苏沫去干嘛？刚刚入职就抓了40多个贼，这是多大的功劳啊！难免会骄傲，去碰碰壁也好。苏沫可是坑惨了他们，一会儿该不会被轰出来吧？他别给我封眼了！演了，这是哪儿啊？他逮着，这还敢来啊？老爸，坑了我们一回，现在还想审问我们？别做梦了你！就是，销赃地点我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可绝对不会告诉你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问什么都不知道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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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才有体面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演讲大师技能开启。要不要去稳定一下秩序？不用，年轻人嘛，多吃吃苦头，将来就少栽跟头。苏沫不会被围殴吧？那是袭警，这帮贼啊，没那个胆子。那就好。哎，他们怎么没动静了？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把当贼当成一种荣耀？不是，不是，你们的家人、朋友知道你们的身份是贼？不知道。那你们曾经是不是有一瞬间想要改过自新的时刻？是啊。好，那接下来。改过自新，改过自新！好，好，
坦白从宽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抗拒从严。这是审问，这是审问。这听的呀，连我都热血沸腾了。知道的是审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开演讲大会呢。太厉害了！苏沫的话术和肢体引导，简直就是心理学大师级别的。苏沫还是心理学大师？这么热血澎湃的演讲，我还是第二次看到。你见过这样的审问？不是审问，是演讲。那是一场盛大的传销大会。演讲的小子忽悠了上百个老头老太太，最后被判了10年。传销？哎呀，不会，但是我会洗脑。不对，是演讲，演讲。哼，还真是洗脑啊！别误会，苏沫的本事远比当初那家伙可强太多了。杨组长，搞定了。我说你小子，真是特训学院毕业的？报告领导，我毕业于望岭市人民治安员大学。哎呀，行，我呀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又被怀疑了，搞系统误我。幸亏啊，你小子是当了治安员，要不然可真是对我们社会没一点好处啊！好样的，苏沫，这回啊，你立大功了。这次咱们一定能抓到王猛。哎呦，领导，是，我老杨办事能有意外？问出来了，对，哎，谢谢领导夸奖。哎呦，领导，苏沫，你的心理学简直太厉害了。有时间你一定要教教我怎么洗脑啊！不，是审问。再说。行，那我就不多聊了，我还要回去跟队长汇报，制定一下抓捕计划。我先走了。苏大神，明天我休假，你要有时间的话，教我偷到手艺呗。我是治安员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学姐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请进。队长，那些贼犯的销赃地点审问出来了。真问出来了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那些贼的嘴有多硬呢。这个还要多亏了苏沫，他那洗脑一样的审问，比传销大师都厉害，贼犯都顶不住。谁？传销大师？苏沫？好恶心王八蛋！今年都学了些什么东西？恭喜宿主审问出贼犯销赃地点，奖励一次抽奖机会。又可以抽奖了，大哥，这次来个有用点的技能吧，你可是神探系统。抽奖！恭喜宿主获得神探技能炸弹制造师。炸弹制造师，你对炸弹的理解无人能超越，即便在简单的材料，你也可以制造出完美的炸弹。炸弹的魅力在于，当你脚踩小男孩时，全世界的罪恶都会对你露出和善的笑容。所以，造起来吧，少年！炸弹制造师，系统，我是治安员，不是恐怖分子。你见过哪个治安员去造炸弹的？不知不觉，我在恐怖分子这条路上，那是越走越远了呀。哎呦，来了，小苏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昨天晚上王猛已经被侦查抓捕归案了，审问的功劳我可全送上去了。哎，那王虎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应该快了。王虎、王猛两个人关系很近，有王猛在手，就不怕王虎不出现。小苏啊，以后啊你就跟着我，亲自带你，所以你可以改口叫师傅了。好，师傅。不用你们找我，我来了。
走不走啊？没喜欢颜色啊？不好意思，大娘，等会儿帮我个忙行吗？啊，大娘，20分钟以后你把这个转交给门卫，让门卫转交给他们领导。这，大娘，帮帮忙。哎呀，小事小事儿，大娘帮你办了。多谢了。师傅，去时代大厦。好。小心点啊，别跑了啊！过来玩呀！记得这个，这边，这边，这个好看，给你，给你，是吧？哦，来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妈妈，这边。姑娘，我想你应该帮我个忙。什么叫我应该帮你个忙？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。你想干什么？打开背包，你只有5分啊！炸弹！署长，有您的信件。我的信。快到时代大厦，各个部门立刻集合。连长，安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出大事了！王府在时代大厦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，人员密集，这一旦要是要爆炸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这王虎疯了吧？你赶紧跟我走，组织人手疏散群众。好，走。哎，炸弹！我好歹也是炸弹制造师，能造炸弹应该也能拆吧？不对，应该也用不着我。哎，师傅，老苏啊，你说那王虎他弄个炸弹他干什么呀？他以为他这么做就能救出王猛吗？我怕他不仅是为了救王猛，他是在报复，报复我们抓了王猛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拆弹组的周文康人哪去了？到了没？已经带人进去了，这会儿应该正在组织拆弹。已经接好了，可以用了。现在现场是什么情况？署长，这制造炸弹的人是个高手，引爆中只有4个以上，时间只有5分钟。话不要多说，直接告诉我结果。没有把握。这次办案有侦查组督促，不要擅自行动，赶紧去帮忙疏散一下群众。师傅，其实我对炸弹有几分了解，要不然我……你们特训学院还教怎么拆弹啊？赶紧去配合一下工作，快去！算了，先看看什么情况，不行再回去告诉老爹。领导，让拆弹组的同志撤吧。什么？撤？现在大厦里的人员还没有完全撤离，被炸弹围困的小姑娘等着我们去营救呢。现在你让我撤？告诉周文康，确定好线路，我去捡。领导，你已经这么严峻了吗？不能再拖了。领导，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帮忙，我们可以。让我上，我可以拆除那炸弹。你去？你系统的学过拆弹知识吗？没有。那你有什么相关的证件能够说服我，让我觉得你比周文康更专业？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？你凭什么相信我会派你去拆弹？
凭你入职这几天立了那点功劳吗？苏沫，你是个天才不假，可是现在关系到众多民众的生命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选择错误，要死多少人？相信我，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的。爸，来不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炸弹就要爆了呀！江长官，这没有你的父亲，只有侦察队长苏大海。南城治安部治安员苏沫，请长官批准我前去拆弹。这次拆弹，就连拆弹组长周文康都没有把握，即便这样，你也要去。相信我。好，治安员苏沫在，现批准你前去拆弹。前线最高指令，以周文康同志为准。是。儿子，儿子，活着回来！现场情况怎么样了？拆弹组的人还在研究，但时间只剩3分钟了，恐怕是……哎，怎么回事？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，这小伙子去干什么？苏沫，他去那儿干什么？周文康，让苏沫给我回来！不用了，他是我派去拆弹的。啊！你这是胡闹啊你！苏沫他年轻，不懂得进退，难道你也不懂得吗？还是他去是你苏大海的意思啊？苏队长，什么仇什么怨，生你这么对一个孩子？苏大海，如果苏沫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！利用职权排除异己，我跟你斗到底！苏沫是我儿子。怎么？苏沫是你儿子？不对呀，苏沫是你儿子，你怎么能让他去送死？是苏沫一再向我请求，说他有信心能拆除炸弹，所以你就让他去了啊？他年轻气盛的话你也信呐？你呀，我信。组长，我认为这就是一枚典型的乳化炸药。不对，正在检测中，和乳化炸药数据偏差太多了。还是先解决引爆装置的问题。小姑娘，老头子我学艺不精，恐怕要害了你了。老头子，你放心大胆的捡吧。连炸弹的性质都搞错了，还想拆除啊？我做的炸弹怎么会那么轻易解开啊？这个炸弹爆定了！哎呀，问题不大，只是粉状乳化炸药而已啊！他是谁？居然一眼就能看出来？师姐，你说你这也够倒霉的，还不如不休假。都什么时候，你还有心情说这些？我们都要死了！放心，死不了。螺丝刀给我。小同志，你是要剪断哪条线路？我为什么要剪？你们以为以王虎的自信，他会给我们留下生路吗？什么意思？王虎既然敢在这儿等我们，就说明他自信这炸弹没人能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个炸弹不管剪哪条线，都会立刻爆炸。什么？什么？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怎么会知道？那这炸弹不是炸电了？哎呀，没那么严重。这炸弹怎么制作的，就怎么把它分解下来。只要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的零件，它自然就爆。什么？苏沫，你还会拆弹？碰巧，一点点。苏沫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？
这周组长好像是没见过拆炸弹一样。当然不一样了，我们平时拆弹只要确定主线路，剪断它就可以了。但是苏沫同志说的拆弹，完全可以把炸弹拆成零件的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大了。想要达到苏沫同志这样的手法，需要对炸弹无比了解，更需要海量的知识以及大量的制造炸弹的实践经验。什么？大量制造炸弹的经验？这苏沫怎么会有这么多拆除炸弹的经验啊？哎，你们都别看我呀，我南城又不教这个。偷盗手艺，会心理学忽悠人，还能制造炸弹。我当初是送的特训学院吧？啊，拆除了！苏沫同志把炸弹拆除了！叹为观止，叹为观止！苏沫同志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拆弹专家，你对炸弹的理解太令人难以置信了。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多请教？当然可以，但是周组长，你还是先把这些炸药处理一下，不然还是有风险。好，快，我先处理。恭喜宿主解决一起重大威胁，奖励唯一神探技能罪恶雷达。唯一的神探技能，这次的技能应该会靠谱点吧？罪恶雷达，凡是在宿主感知范围内的罪犯都会显示其踪迹。强啊！那以后抓罪犯不跟抓娃娃一样简单？那个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过，你是怎么这么了解炸弹的？兴趣爱好。行了，不多问了。如今也没事了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谁说没事儿？这炸弹虽然拆了，但我们的主角还没登场。你是说王虎？好不容易搭了台子，演了一场大戏，要是不亲眼见见，那岂不是遗憾？并且，你干什么？这是窃听器。我要是王虎，我不仅要看，我还要听，听人群恐惧的声音，听治安系统绝望的声音，最后再欣赏，炸弹的爆炸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我自信且自负的内心感到满足。你说是不是？王虎，他居然发现我了！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居然能通过蛛丝马迹就确定我在附近。他不是拆弹组的吗？还有他的拆弹手法，前所未见。他不仅完美避开了我留下的陷阱，而且居然完整的复刻了我的组装程序。难道他也会制造炸弹？切死不了，那就一起死啊！你单凭王虎的档案和性格，就能确定王虎在现场？我的心理学可是大师级的。他好像什么都会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不但拆除了炸弹，而且还推理出了王虎就在现场。老苏啊，你交了一个好儿子。这次苏沫又立了大功。苏沫真是不简单呐，我要为他亲自庆功。狙击手有占领制高点，随时待命。如果发生任何的突击情况，立刻击毙。侦察组有警戒四方，我要让王虎插翅难逃。是。苏沫，这次
多亏了你呀！一切为人民服务。嘿嘿嘿嘿，好，抓住了王虎啊！我为你庆功。好，王虎，还等我们请你出来吗？老子怎么可能毫无准备啊？既然走不了，老子就拉几个大人物垫背。双手抱头！如果你敢耍花样，就得击毙！这个疯子，难道是想……啊？你不是很聪明吗？现在能想到我想干什么？猜到了，你想死，还想拉几个人垫背？哎，那你给我去陪葬吧！怎么回事？哼，怎么没反应呢？你是在找这个吧？不可能，怎么会在你那儿？你还给我！实不相瞒，我的第一职业是小偷。不可能，你是治安员呐！你还给我！压下去！走！你是治安员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那王虎啊，身上绑了炸弹，想要拉几个人垫背。什么？炸弹呢？引爆器已经被我偷走了。哎呦，这王虎啊，这做梦都想不到，引爆器居然被偷了。好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干得漂亮！哎，要不然呢，真麻烦了。你很骄傲是吗？来，你跟我说说，制造炸弹、忽悠人、偷盗技术从哪学的？师傅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你个臭小子！哎呀，行了吧，老苏，刘处长开会回来了，后续啊还有更多的重大任务，现在通知各区负责人过来开会。还好我跑得快。恭喜宿主协助抓捕通缉犯王虎，奖励神探技能疯狂赛车手。新技能？疯狂赛车手，你对任何车辆的特性都了如指掌，完美级的驾驶技术让你开车时略显疯狂，120迈那只是起步而已。当那悦耳的轰鸣响起，当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，你的前方将只有空气，不要吝啬你的油门，把它捅到底吧，少年！危险驾驶，系统，还得是你啊，越来越行了。不过，这比起造炸弹，还是要好得多。组长要去开会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南城治安部。好，那麻烦了，松哥。走，车就在门口。我居然有股强烈想开车的冲动，是因为疯狂赛车手技能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还没开过车，不能冲动。松哥，组长突然让去开会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应该是和前段的毒贩案有关吧。毒贩？哦，我听组长说过，我们下邦城有一批毒品要运送出去，但上面卧底线人提前得到消息，稽查组控制一个叫张鹏浩的嫌疑人。对，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，所以这个张鹏浩只能被暂时拘留。可惜没办法撬开那张鹏浩的嘴，没能审问出来什么。审问？哎，苏沫，要是你能够忽悠，审问的话，你能撬开张鹏浩的嘴吗？我可以试试，但是就没有具体的证据了。那个张鹏浩会不会逃走了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张鹏浩就算出来了，也会有人看守，禁止出示的。那就行。对了，罪恶雷达技能还没使过，是怎么用的？系统开启。开启成功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用的。啊！
毒贩。哎，师姐，你刚才跟我说那个张鹏浩是不是戴着个眼镜，一脸斯文，特别像个老师？我照片上见过，确实是。你见了？哎，苏哥，拦截前面那辆车，张鹏浩就在车上。什么？人都到齐了，那咱就开始吧。这次去上面啊，主要是因为一件事，还是前段时间的贩毒案，以及潜藏在下邦城的大量毒品。那个张鹏浩还没开口啊，他肯定知道那些毒品藏在哪儿。哎呀，问题啊，就出现在这儿。那个张鹏浩跑了。跑了？这稽查组的人24小时监控，人都能跑了？昨天突然出现了一辆车，接走了张鹏浩。稽查组同志向暗中尾随追踪，谁知道开车的是一位高手，后来经过调查，是一名退役的赛车手。为了逃跑啊，连赛车手都用上了。看这样子，他们肯定来下邦城找毒品的。不错，下邦城啊，地形复杂，三面环山，路口啊数不胜数，普通的公路拦截是不可能的。哎，那就麻烦了。就算咱们的人碰上，有赛车手在，也追不上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关静音了。组长，发现了毒贩张鹏浩，就在我们回来的路上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再次重复，请求支援！张鹏浩，哼，还想追我，让你们连尾灯都看不见。哼，该死，这么嚣张！宋哥，我已经请求支援了，我们只要咬紧他就行。有点难啊，他们车速太快了，咱们恐怕跟不上。他逃出来，肯定是为了毒品，不能让他跑掉了。宋哥，你下车，我来开。宋哥车技够好了，苏沫难道还能开更快？疯狂赛车手启动，系好安全带，握紧扶手，咱们出发。浩哥，下邦城这地方选得不错，根本不怕治安员拦截。万事小心点儿，这次是去取货，绝不能出任何意外。哼，放心吧，浩哥，稽查组的人我都能耍得团团转，更何况几个小治安呢？哼，我让他们连尾灯都看不见。我操，换车手了，竟然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！浩哥抓紧，要加速了。苏沫，小心点！太疯了，他居然敢开这么快！喂，组长，现场情况怎么样？现场这对面车速很快，我们正在追捕。好，我们已经安排了支援，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，尽量追上那辆车。对方是跑车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尽量。对面开车的可是个退役的赛车手，咱们是谁在开车？车距保持怎么样？是苏沫在开，速度130码，还在涨。什么？你在市区就开130迈？哎呀，怎么会是苏沫在开车呀？他都没开过车，开的哪门子车呀？没开过车。苏沫，你没开过车啊？第一次开。你放轻松点，慢慢开啊！放心，他们跑不了。署长，沟路口监控已经接通，可以投放屏幕上了。你看看，这连专业的赛车手都快追上了，这叫不会开车？我记得他不会开车呀，难道是在学校学的？对方是一个赛车，咱们只是个普通的捷达，单论速度肯定是追不上的。要想拦截，只能从弯道。对方呢是一个专业赛车手，在弯道上，苏沫是不可能超过他的，只会越拉越远。只希望啊，他现在不要追丢，坚持到我们支援的人汇合就好。该死，
这都甩不掉。我操！市区开140码，他不要命了！疯了，绝对是疯了，后面绝对是个疯子。能不能甩开？放心吧，浩哥，前面就是弯道，一个小治安，不可能追上我的。浩哥，坐稳了。要进弯道了，车速一旦降低，咱们很容易跟丢的。别慌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直线加速谁不会？弯道快才是真的快。走稳了。真漂移，看着比专业的赛车手还漂亮。苏沫的车技是啊，不比专业的赛车手差呀，我看比他还强。我说老苏，你不是说苏沫不会开车吗？要我看呐，这都可以去参加比赛喽。哎呀，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开车这么厉害？哼，怎么样，浩哥，一个小治安还想追我？哼，我让他们连尾灯都看不见。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浩哥，当初打比赛的时候，我可是号称弯道小王子，就连专业的赛车手都比不过我，更何况一个小治安还想……什么？不减速入弯，极限漂移？这他妈到底什么人呐？这就连赛车冠军也做不到啊！这么厉害？他妈的，这么厉害去做赛车手啊？你他妈做什么保安呢？完了，浩哥，被追上了！好啊！苏沫这技术真是叹为观止啊！终于把这张鹏浩逮到了。好，苏大海，领导，人苏沫抓到了，立刻准备审讯室，一定要查到毒品的下落。是。不至于吧？我以后再也不想坐你的车了。你一个没开过车的治安员，在市区里开个破捷达飙到150，还漂移，这谁能不害怕吧？150，这也不快啊！浩哥，这不能怪我，对面开车的人太厉害了，就算是找个赛车冠军，咱们今天也跑不了。待会儿管好自己的嘴，要不然你知道后果。站好了。不是吧，阿 Sir， 飙车而已，我又没犯什么大罪，用不着这样的。你可不仅是飙车，你还涉及超速行驶、危险驾驶，还有拒捕。不说别的，就这几项就能关你几年。长官，当治安员一个月就3、4千块钱吧，你玩什么命啊？以你的技术，咱们出国比赛，那奖金还不是拿到手软。哎，我在那边啊，有条路子，车辆设施什么的我来办，到时候3期分成，你7我3，怎么样，长官？考虑一下。你涉嫌贿赂治安员，罪加一等，3年改5年了。你，长官，我只是个坐车的，你二话不说就直接给我铐起来，我可以告你们非法拘禁的。哼，你涉嫌贩毒，下半辈子说不定都在牢里度过。长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当然，你也可以试着从我的嘴里问出些什么，没准儿我会告诉你呢。嗯，我喜欢你的自信，希望待会儿你也能这样。审不出来，就没有我感化不了的人。苏沫，走了。组长刚刚发消息，把他们2个带到稽查科要审问。好。哎，苏沫，哎，你等会儿啊！你还是别开车了，让宋哥开。啊？好吧。你开车这么厉害，他们怎么不让你开啊？哼，他们该不会是排斥你吧？听我的，咱们一起。老实待着，你知道个屁！他就没开过车，开什么车？没开过车。他一共就开了1次车，路上出事怎么办？还是稳妥些吧。你第一次开车？这是第一次，还请多多指教。第一次开车就干掉了我这个专业赛车手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犯人已经押到了，随时可以审问。苏沫是吧？啊，干得不错啊！我来的时候呢，路上正头疼这个赛车手呢，没想到被你直接给拿下了。苏沫，哎，这位是稽查组的赵队长。赵队长。赵队长，先审问吧。这毒品找不到，我这心里也不踏实。行，那就先办正事。好。苏沫也会审问，我先让他试试。对了，为了这次审讯呢，我特意请了高手过来啊，心理学的大师级别。是吗？今天这个赵鹏浩要是嘴再硬，撬也把他撬开。小周，就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赵队长，交给我吧。那行，咱们开始吧。好。心理学大师啊，这肯定比苏沫强，还是算了。爹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走什么走啊？一会儿可是心理学大师在审问，留下来好好学学，对你有好处。就是啊，那可是心理学大师，你还不赶紧偷师几手？心理学这我都学到头了呀。他怎么还不进去审问啊？这审犯人不能着急，这几米的空间会给犯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，他心一乱，审问就会顺利很多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不愧是心理学大师。不对，那你当初怎么不这样，就对着罪犯一通忽悠？他就是个野路子出身的，跟专业的肯定没法比啊。怎么样啊？我叫你过来学学，对你没坏处吧？我只是不屑使那样的小手段，结果成野路子了。爹，你听没听说过大道至简4个字？什么大道至简？说人话。往简单的说，就是心理学的尽头就是忽悠，就是越能忽悠，心理学的成就就越高。眼下这些只是小手段，入门级。别以为你爹不懂，就给我在这瞎咧咧啊！这话也就你能说得出来。你给我好好看看人家怎么审的。看来以后得用点专业技术了，最顶级的心理学他们接受不了。认真看，马上开始了。我认罪，我危险驾驶拒捕，你们关我3年好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说的那些只是小事儿，接下来你要老实交代，还能戴罪立功。你要是不交代，就不是关3年那么简单了。怎么样？
李林飞只负责开车，知道的不多，还得从张鹏浩身上下手。去，把张鹏浩带来。是。这个张鹏浩不简单呐，你说周深他能生出来吗？这人心理素质很强，我看够呛。张鹏浩，那批毒品一旦流入市场，会让无数人家破人亡。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长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！啊！长官，留给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呀。没有证据，却抓捕我多次。哎，这件事情我会和我的律师一一说明。到时候还希望长官们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这么嚣张！一个毒贩敢这么嚣张？监控呢？关掉监控！让我去，不就是个处分吗？我认了。都干什么呢？啊！无法无天了，都给我老实待着！麻烦了，这张鹏浩要是一直不开口，那这案件没法往下进展了呀。让我去吧，这个周深我看他够呛。你去，人家心理学大师都不行，你个野路子了，能有什么用？行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心理学。喂，哎，他能审出来吗？苏，这行吗？唉，就是让苏沫去帮忙审审毒贩。啊？苏沫也会审讯啊？唉，他就是野路子，会点小手段，就让他去试试。那这还得想别的办法呀。让我来吧，不要有压力。这个张鹏浩不是一般人。放心，我尽力而为。派你一个车手来，你们稽查组是没人了吗？啊！有我就够了。是吗？那长官，你打算怎么审我呀？啊？你这副嘴脸，还真让人感到火大。你这副嘴脸，还真让人感到火大。算了，咱们就玩个简单点的，太高端的他们看不懂。别紧张，我们就玩一个简单的游戏。不会是忽悠人吧？太丢人了！这是又要演讲吗？你们这次来下邦城是来取走毒品的吧？我们在路上遇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正在往山路上走，那就是说毒品就藏在山上。看来我猜对了。长官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需要知道。这毒品藏在山里，那在山上哪个方向？让我来猜猜。东、西、南，看来是在南边。南边的山峰可不少啊，是在春山、景山、百家山还是高庙山？高庙山。不可能，我一句话没说，他怎么确定的呢？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知道你的想法很难吗？你是不是太小看心理学了呀？啊？同样是心理学，
他比刚才那个人可怕10倍。唉，好了，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问题吧。毒品藏在山上，山上能藏的地方可不少，具体在哪儿呢？山里、寺庙、道观、村庄。看来我猜对了。在村庄。这都是你的猜测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自己猜，毒品就藏在南山路高庙山的哪个村庄里。接下来就好猜了，高庙山的村庄可不多，在余家村、吴家村、宋。看来我猜对了，在吴家村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你说的都不对，不对！哎呦，对比于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更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时候。让人去南山路高庙山吴家村，毒品就在那儿。难道真的在吴家村？这不可能啊！张鹏浩一句话都没说啊！不，很有可能就在吴家村。张鹏浩的表情骗不了人，他在恐惧。恐惧？对，就是恐惧，那种被人彻底看透、没有任何秘密的恐惧。苏沫同志以一种强到不可思议的心理学手段，彻底瓦解了张鹏浩的心理防线。可是张鹏浩一句话都没说呀，这都是苏沫的猜测呀。张鹏浩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是苏沫同志通过张鹏浩的微表情得到了正确答案，这是一种十分高端的心理学手段。心理学？苏沫的心理学造诣，跟你这个大师比怎么样？苏沫同志的心理学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的层次，我那点微末手段给苏沫同志提鞋都不配。什么？他的心理学比你大师都强这么多？那这心理学得研究到什么层次？他的心理学已经到了一种巅峰境界。他才多大呀？23、24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他简直就是个心理学天才。这小子居然有这种本事！难道他说的那个心理学的尽头是忽悠？不会是真的吧？他居然这么厉害！太好了，马上派人去吴家村一趟，看看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去过那里。我家有亲戚在吴家村，赶紧打个电话。喂，老叔，吴家村最近有没有去过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？什么？真的有？半个月前去的。苏队，张鹏浩真的去过那儿？真的去了。哎呀，老苏啊，你说这是野路子出身啊？你这是给我炒了个神仙啊！哎呀，一般一般了。厉害呀，小子，没给你爹丢脸。全体出动，立刻仔细搜查吴家村。是。都招了，里面有接头线人和毒品的具体位置。哎呀，小同志啊，这次可多亏了你呀！爹放心，这案子破了以后，你必须举首功啊！我太精彩了，苏大师，这是我见过最震撼、最精彩的审问，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心理学运用啊！哎呀！过奖了，叫我小苏就行了，小苏。喂，什么啊？毒品找到了啊？好，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下咱们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。喂，杨组长。好，马上回去。组长让我们赶紧回去，说是有紧急的任务。任务？是，
刘署长这次回来有2件事，一是贩毒案，另一件是跟你们治安部有关。那我们快走啊！这么好的苗子，居然还是个治安员。对，目前在治安部任职。太好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苗子拉到我稽查队了。不行，稽查队的发展那比治安队可大多了，好多了。你能做得了苏沫的主？我是苏沫他老爹。你说我能不能做得了主？哎呀！恭喜宿主找到藏毒地点，奖励系统抽奖1次。又可以抽奖了。系统，这次给我抽个好点的技能吧。系统，抽奖！恭喜宿主获得神探技能1根棒棒糖。棒棒糖1根棒棒糖，手持棒棒糖的你，小孩结合度增加500%，哪怕你是陌生人，也会毫无保留的信任。小朋友乖，跟叔叔走，叔叔请你吃棒棒糖哟。不是，系统，我是治安官，你给我一个人贩子的技能，我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我？哎，这是与系统不输啊！发什么呆呢？快走！立正，同志们，先归队吧。是。队员们，这一次我们接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任务。最近上面在严查盗窃犯罪人员，很多犯罪分子都跑到了我们下邦城，以至于我们这儿的犯罪率那是直线飙升那怎么办啊？特别是最近火车站、地铁站附近案件频发，上面已经下了铁令，一定要严格控制。而这次的任务，我们主要负责的区域恰恰就是地铁站呢。抓贼有罪恶雷达技能，这抓贼还不跟抓娃娃似的。我说苏沫，你看起来挺有自信的，居然还乐得出来。这次可跟你当贼王的时候取个巧就能抓人不一样，没那么容易。没吃过苦头啊，正好借此磨练一下。我决定2人1组，各自行动。下班之前，我就要看到成绩。这一次我们治安部和其他治安部的任务可是完全一样。若是哪个组没有抓到犯罪分子，那就等着让下邦城其他治安部看笑话吧。明白不明白？明白。好，既然明白，就散了吧。哎，柳晴、苏沫啊，你们先等等。这次你们2个人1组。柳晴可是我们治安部反扒队的队长，那抓贼的经验可是十分丰富。你呀，可得跟着他好好学学。是师傅。柳晴师姐，还请多指教。小师弟啊，好好学啊！这审问和赛车我确实比不过你，但那抓贼，那可是我的强项。好。师姐，有罪恶雷达技能，抓贼也是我的强项啊。抓贼不是这么抓的，要靠眼力和经验来判断。那太浪费时间了。系统，罪恶雷达开启。有些时候呢，看着光鲜亮丽，跟贼一点都不大关系的人，但很有可能就是个惯犯。这些贼啊，滑溜着呢。师姐说的对，还真是个十足的菜鸟，让师姐好好教教。发现职业贼犯。这么快就发现一个？哎，比如说这个人。不是吧？你也觉得像？站住！治安员，
反扒组的，出示你的身份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明明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工啊，还是太年轻了。算了，先道歉吧。治安员同志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，怎么可能是贼嘛？这位工人，你这手心没有老茧，手背上的疤痕却是不少，这是之前练手艺留下的吧？反扒组的，出示身份证。别动！治安员同志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不是我发现的，是我师姐先发现啊！像你这样的贼，我抓多了，不能丢人啊！今天可是来指导苏沫的，他应该也是凑巧。下个贼一定要把面子找回来。苏沫，咱们先从发现职业贼犯，拿着。反扒组的，出示你们的身份证。这不就是一对普通情侣吗？苏沫，这两位，这个人手指有老茧，看样子惯用空手；这个人食指和大拇指上有老茧，看样子惯用镊子。自己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就不搜身了。走。站住！我们庄请你几年了，你居然一眼就能看出来？这不一看就是假的吗？这是新人，组长是让我来指导他，还是他指导我来着？苏沫，你发现职业贼犯，压着他。这效率这么高的吗？喂，又抓到一个，一下午都抓了5个了，再接再厉啊！喂，抓了几个贼犯了？什么？3个？嘿嘿嘿嘿，没事儿，反正咱们又不是垫底的。老杨啊，你们组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下午了，也没见什么动静，该不会是连一个贼都没逮着吧？哎呀，老杨啊，之前你们南城履历大功的时候，你可没少在我面前嘚瑟，怎么现在哑巴了，不说话了？是啊，那会儿啊，天天把这个南城的苏沫挂在嘴边。哎，今天怎么不提了？该不会是真的连一个贼都没逮着吧？哎，这2天打击他们太狠了，这是专门来笑话我的。得意什么？谁说苏沫就抓不到贼了？那怎么到现在都没消息呢？啊，难道是逮的贼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？你们几个老家伙，是我承认，苏沫年轻，没什么经验，抓个贼很不容易。可跟苏沫在一起的，那可是我南城的反扒队长啊！我相信他抓的一定不比你们几个少。还嘴硬呢？那你倒是打个电话问问呐！哼，打就打。喂，组长。那个柳晴，现在其他几个组长可都在我们南城呢，你汇报一下今天这一下午情况怎么样？抓了几个贼啊？懂我的意思吧？就算没抓着，也要吹着点啊！哎呀，我真的一个也没抓着吧？还不被他们给笑话死？组长，我数了下，抓了10个。多少？贼犯原来还能这么抓！治安官大人，
你们反扒组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这要把我们一网打尽啊！不是反扒组厉害，是苏沫厉害。刚刚那个是从哪儿请来的反扒组长啊？我都没见过抓贼这么快的。他刚入职，还没超过1个星期呢。什么？刚入职抓贼就这么厉害？开什么玩笑呢？师姐，不是，这才5分钟，你又抓一个啊？哎呀！头次当治安员，当初刚进宫的感觉。师姐，你先忙着，我再去抓几个。你别抓了。怎么了？绳子不够用了。哎呀，早知道这么不够用，我就多买点了。谁家好人抓贼用麻绳捆啊？那我们先把犯人押回去吧。喂，组长。抓多少人？10个。10个？你说这吹的也太大了吧！这一下午你们抓了10个贼，要换谁都不信呢。我没骗人，我们真抓了10个。哎，行，就算你没吹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一下午给苏沫培训的怎么样？他有没有什么进步啊？我培训他？你让他培训我吧。跟他一起抓贼，简直太打击人了。那10个人都是他抓的，我只负责捆人。苏沫培训柳晴，这谁是反扒队长啊？怎么了这是？一听到抓了10个贼，人傻了。是啊，这要是我的手下给我这么吹的话，我也傻啊！到底还是年轻人呐，说谎都不会说。真的，这是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照片，你看，看见了吧？老杨，我们知道你不想丢面子，可也用不到找人 PS 吧？嗨，咱们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这还较上真儿了。这，哎呀，视频。来，都看这儿。哭着干什么？笑！这回确真无疑了，有视频，看见了吧？有视频。嘿嘿嘿，哎，刚才是谁说我用照片骗人来着？我这儿有视频，你 P 一个给我看看。这一下午抓了10个贼，怎么可能呢？对呀，抓娃娃也没这么快啊！难道那些贼都是傻子？你们南城反扒队长这么厉害？我什么时候说这是反扒队长抓的了？这里面每一个贼那都是苏沫抓的。苏沫？不是，他一个年轻人，没有经验，能抓这么多贼吗？哎，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天才？可别忘了，苏沫当初那可是当过贼王的。和我南城比，你们行吗？就算把你们绑一块儿，那也比不了。哎 ，OK。那个杨组长跟其他组长其实一直不对付，这回你倒是给他长脸了。上边的任务啊，咱们南城也算是完美达成。好了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又可以抽奖了。
抽奖！恭喜宿主获得全新技能死亡华尔兹。这什么技能啊？死亡华尔兹就是你对杀人的理解刻在了灵魂深处，你每一次出手都是致死的招式。打架？我不会，不是，我真不会打架，这是杀人技。系统，我是治安官，不是杀人犯。你给我这技能出手就是杀招，我怎么用啊？你这我系统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走啊！马上来了，看来这技能又要被雪藏了。发现诈骗犯！诈骗犯？哎！这小女孩是诈骗犯？师姐，这么小的小孩在这要饭，没有部门去管吗？当然会管，但是像他这样的小孩，基本上都会有严重的心理障碍，而且每次都会逃跑，谁问都不会回答的。唉。谢谢。别担心，虽然他在乞讨，但是饿不着的，好心人还是很多的。师姐，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几千块钱吧。怎么了？几千块？你可怜他，那还真是乞丐打赏大富豪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地铁口每天出入人数大概数十万，甚至更多。就算每天只有平均1%的人给他1块钱，那也是1000多万。这……况且还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小女孩，你觉得她能要多少？几千块？我怕1万都拿不住。这……苏沫，你的意思是？她不是在乞讨，而是在诈骗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孩子，叔叔是治安员，你告诉叔叔，你是……这是……苏沫，怎么了？这是哪个畜生干的？这么小的小孩都下得去手？这孩子身后肯定有人在支配他们，而且这些人很有可能就在附近。孩子，你告诉叔叔，你是不是遇到坏人了？叔叔帮你把他们抓起来，好不好？哎，算了，你别问了。像他这样的，通常都极力排斥外人，患有严重的自闭症，谁问都没有用的。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师姐，你在这看着他，我有办法能让他开口了。好。可是，像他这么严重的自闭症，连心理学都没有用，他会有什么办法让他开口呢？怎么样，你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吧？是什么啊？孩子，你告诉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叔叔给你小棒棒糖好不好？太幼稚了，一个棒棒糖能有什么？我叫小小。这竟然说话了！这说话了！棒棒糖技能增加小孩500%的好感，什么自闭症也都好了。小小，那你告诉叔叔，你为什么会一个人来这乞讨呢？他们不让我吃饭，我不想饿肚子，我就来了。这群畜生，人贩子就是一群畜生！小小，那你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吗？小小不知道路。那你们其中有没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哥哥或者姐姐呢？大一点的哥哥姐姐都消失了，我不知道小小什么时候消失。消失？消失？为什么会消失？难道……师姐，这附近肯定有人看管着小小，你在这儿看着小小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。小心！
又遇见条子了，真倒霉！哼，这里人这么多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找到我。哼！从心理角度去选择，我要是人贩子，我会选择在哪儿？距离不会太远，视线不会受限。地铁出口距离太远，车厢的话，视线会受限。那最后只剩……找到了！找到了！我去，这都能发现我，不行，还是小心为妙。被发现了！抓住他！他是人贩子！人贩子在哪儿呢？哎，在那儿，在那儿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治安员，回头南城治安部取车。夏夏，要不要告诉姐姐你有几个同伴呀？啊，为什么我帮他没有用啊？抓人贩子！抓人贩子！抓人贩子！对，先请求支援。组长，请求支援！我们遇到一个人贩子组织，苏沫正在追捕。什么？人贩子可比通缉犯危险多了。苏沫是一个人去的。全体集合！还想跑？长官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，你就放我一马吧！放过你？那你们怎么不放过那些小孩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长官大人，我错，我不是人，我有罪。说，你们组织地址在哪儿？看守的有多少人？还有多少孩子在里面？在惠民菜市场旁边的一个厂房，我们一共13个人，9个孩子。师姐应该已经请求支援了，等你到了再去不迟。小小之前说，他们长大了就会消失，那些消失的孩子去哪儿了？被卖了。还好，只是被卖了。是被医用卖了。被医用卖了？你们这群畜生，人渣！你们怎么下得去手？你赶紧去吧，长官！今天下午我们老大约了主刀医生，晚上6点就有孩子被卖到那儿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什么？现在只剩15分钟了，时间根本就不够。人贩子有10几个人，我自己去怕凶多吉少，可要不去……喂，师傅，苏沫，你冷静一下，我已经联系侦查部门的人了，等他们的人到了再一起行动。师傅，来不及了，人贩子下午6点要把孩子医用卖掉，地点就在惠民菜市场。这样，我在那儿等你们。苏沫，你冷静，苏沫，你冷静一下，苏沫，走。贩子穷凶极恶，人数还这么多，还带着凶器。苏沫一个人要是去了，能打得过吗？这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……行，我得给老苏打个电话。喂，老杨。喂，老苏，你立刻通知人，最快的速度赶到惠民市场去。苏沫是一个人去的，去晚了可就出大事了。什么？他一个人去了？该死！苏沫，一定不能有事。
你们老大手里有没有枪？没有，那东西管制太严了，他没拿到手。这次买主给价不少啊，兄弟们又能大赚一笔了。是吗？那我下刀可得轻点了，别到时候损伤了什么零件啊！叔叔姑姑不要消失，我以后一定听话多赚钱。叔叔不要让果果消失，我一天只吃1顿饭就可以，求求叔叔了。滚远点！老子头疼，先割你的舌头！治安员，都别动！妹妹，你先出去。一个人也敢来逞英雄，你怕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兄弟们，来客人了！兄弟们，来客人了！老大，小子，胆不小啊！一个人也敢来我这里啊？关门！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，兄弟们，给我剁了他！走，神探技能，死亡华尔兹开启。苏沫进去得有半个小时了吧？你说他能坚持得住吗？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坚持住，苏沫。准备营救，冲进去！儿子，坚持住啊！不要过来！你这样的畜生也知道害怕？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苏沫，放下武器，否则就地击毙！别，我投降。别动！你们来的还算及时。苏沫，苏沫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？别哭，我没事了。刚探查现场，13名人贩子全部失去反抗能力。这小子，这身手也太恐怖了。苏沫，受伤重不重？爸，那些孩子还没被救出来，先把他们押回去吧。哎，行了，你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再有下次，看你还敢不敢逞能。当然，因为我是治安员。